是咁的，講到寵物小精靈，你哋會諗起啲咩呢？係咪小智同比卡超一齊旅行嘅熱血呢？定係以前儲閃卡玩 Game Boy 嘅童年回憶呢？但係喺呢個充滿愛與和平嘅世界背後，其實隱藏住一單曾經震驚全球，搞到小朋友集體送院嘅事件。冇錯啊，就係好多 fans 都可能聽過嘅都市傳說3D 龍事件。喺1997年嘅12月，日本播出咗《寵物小精靈》第38集，叫做《電腦戰士 3D 龍》。點知就係呢一集，因為入邊一段極之刺眼嘅紅藍閃光，搞到全日本有成685個細路出現頭暈眼花，甚至癲癇發作，要緊急送院。Hello， 大家好，歡迎嚟到文化綠洲。文化綠洲呢個系列旨在分享我覺得有趣嘅冷知識俾大家。如果同我一樣中意吸收唔同嘅冷知識，歡迎 like、share 同 subscribe 我哋。Let's start it。是咁的啊，發生咁大單嘢，寵物小精靈即刻俾人腰斬停播啦。官方一定要揾人出嚟孭鑊，咁揾邊個出嚟祭旗好呢？冇錯，就係 3D 龍啊！為咗平息民憤，官方就將所有站推晒去 3D 龍度啦。呢集就俾人永久禁播，而 3D 龍同埋佢嘅進化型 3D 龍2、3D 龍 Z 都慘遭連坐啊！從此喺動畫入面永久消失。但係如果我同你講 3D 龍由頭到尾都係無辜嘅，佢只係個交通工具。真正搞出大頭髮，令到差唔多700個細路送院嘅真兇，其實係另一隻我哋個個都好熟悉嘅黃色老鼠仔呢。我哋將時間撥翻去97年12月16號，一齊嚟重組案情。劇情講到話，小智同比卡超佢哋為咗幫秋葉原博士捉住偷走小精靈嘅火箭兵團，入咗當時好 high tech 嘅精靈傳送系統電腦入面。喺呢個電腦世界啦，佢哋要交通工具，於是博士又 send 咗隻 3D 龍過去幫佢哋手。所以 3D 龍喺呢度嘅角色係一架巴士，佢哋坐住 3D 龍巴士喺電腦世界穿梭，點知系統入面嘅防毒程式以為佢哋係病毒啦，就射咗幾飛疫苗飛彈出嚟追殺佢哋。睇住啲飛彈越追越近，就嚟一齊收隊咯。呢個時候邊個出嚟拯救世界呢？就梗係我哋嘅主角比卡超啦。比卡超一嘢跳咗出嚟，對住啲飛彈，用佢嘅必殺傳技10萬伏特，一嘢打中飛彈，然後就炸。喺呢個瞬間，為咗表現個爆炸幾咁震撼，動畫組用咗一個喺當時嚟講好常用嘅動畫技巧，叫做 Paka Paka。Paka Paka 意思係用極高嘅頻率，快速交替閃爍2種以上嘅強光色。喺呢一集裏邊，佢哋用紅同藍嘅強光喺短短4秒裏邊瘋狂閃爍幾十次。但係呢種高頻率嘅紅藍閃光就係醫學上所講最容易引發光敏性癲癇症嘅元兇，最終搞到接近700個細路喺電視機面前一齊中招。所以由攻擊引爆飛彈，製造出呢個閃光畫面嘅係比卡超。3D 龍由頭到尾只係個交通工具就陰功。好啦，案情重組完畢，兇手係比卡超，但係現實世界唔係講證據噶嘛，係講利益嘅。當年單嘢有幾大鑊呢？動畫最後停咗足足4個月，單新聞上晒 CNN 啦同 BBC， 全世界都知道 Pokemon 搞到細路入醫院。任天堂嘅股價仲要一開始就大跌，絕對係一場史詩級嘅公關災難。官方為咗挽救公司嘅聲譽，一定要向公眾交條友出嚟，平息家長嘅怒火。咁照咁睇，應該交比卡超出去？黐咗線咩？比卡超啊，師兄，佢又係主角，又係吉祥物，係成個 Pokemon IP 嘅靈魂，一隻生金蛋嘅金鼠。說咗佢，以後啲公仔點賣啊？電影點拍啊？成個 IP 即刻玩完啦。咁兇手唔喐得，唯有揾條替死鬼啦。高層嘅眼光自然就落咗喺嗰集嘅巴士 3D 龍身上。第一啦，佢造型獨特少少，唔係行可愛路線，人氣本身就唔高。第二啦，嗰集嘅標題叫《電腦戰士 3D 龍》，對於唔知頭唔知路嘅普羅大眾同埋傳媒嚟講，標題又係你，出事又係你嗰集，咁責任梗係喺你度啦。於是官方就順水推舟，將所有罪名推晒落去 3D 龍度咯。以後所有嘅 Pokemon 動畫 3D 龍，甚至係佢無辜嘅進化形態，直接 ban 臭。
就係咁，一隻由頭到尾負責做司機嘅寵物小精靈，食咗 Pokemon 史上最大嘅一隻死貓，永不超生。事件過後，兩個當事人嘅命運簡直天壤之別。比加超風生水起，繼續做佢嘅大明星啦，出周邊做偵探，甚至成為日本軟實力嘅象徵，全世界都錫晒佢。咁 3D 龍呢？嗰集之後，佢就成為動畫界嘅佛地魔，一個唔提得嘅名字。不過 3D 龍嘅犧牲其實唔係冇價值嘅，佢用自己嘅前途換嚟咗成個日本動畫界嘅安全標準。大家而家睇動畫嘅打鬥畫面，有冇發現有時畫面會突然變暗、殘影，甚至變慢呢？呢個係傳說中嘅減光處理，目的就係為咗防止強光閃力再次引發癲癇。呢個做法正正就係因為 3D 龍事件之後制定嘅。仲有每次睇動畫嘅開頭都會見到嘅呢句警告，呢句金石良言其實就係 3D 龍用血淚換翻嚟嘅教訓。所以某程度上佢一直喺度守護緊大家眼睛健康噶。中意呢類影片嘅不妨撳個掣訂閱我哋文化沙漠嘅頻道，再打開埋個鐘仔，咁喺我哋下一次出新一集嘅時候，你就會第一時間睇到啦。我哋下一集再一齊發掘更加多嘅文化綠洲啦，拜拜。皮卡丘